家平安，真欢喜，咱来当一即个早起的时来敬拜上帝吼。咱因为有一个错误吼，咱今日吼，我选的是586，结果是选伊遮写的是486，叫稿没叫到吼。所以咱即摆来练这条歌，可能咱大家较无熟。咱先听琴弹一摆好不好？咱同齐来学这条486。PPT 放一下好吗？PPT 486。速度再快一点，预备来。也伫姊妹好无客气，是何的幸福快乐。也伫姊妹好无客气，是何的幸福快乐。也伫姊妹好无客气。虽然这不是我本来要选的歌，不过这条歌嘛是真好听吼。兄弟姊妹安怎好无斗阵吼，就会当欢喜快乐吼。这嘛是一个真幸福的代志吼。咱若有大家相听，咱就无惊吓，对吧？好，咱开始来今仔的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迎做伙主持伫遮，这是阮邀请大家做伙起立，阮来敬拜咱的上帝。阮先用台语来唱伫主内面，嘛请大家甲双手借互咱哦。伫主内面，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直到地到永永远远。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搁一届伫主内面，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对到地到永永远远。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只是邀请各位甲边仔的兄弟姊妹讲：上帝听你，上帝爱你。上帝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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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爱你。这时候我们邀请各位用华语的来唱这首诗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
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再一次，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将最大的掌声谢谢上帝，也请弟兄姐妹我们请坐。咱打主席，咱打主席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高野的快乐，引带我行深深的山谷。咱打主席。打主席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高野的快乐，引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而乐，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差错。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欢喜顺通行天路。顺境而乐，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差错。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欢喜顺通行天路。咱打主席，咱打主席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高野的快乐，引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而乐，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差错。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欢喜顺通行天路。哦，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希望会当遵探你的旨意。只是邀请各位用台语来唱这首诗歌，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主啊，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予我会当遵探你旨意。我将你的话藏伫我内面，做路上的光，才做我脚前的灯。哦主。哦，主，求你坚固我心事，使我快乐，予我
的路，我需要，我需要你，我伫我生命中，予我的一生会活出你旨意，予我会当正做你欢喜的囝儿，予我的一生会当显显你荣耀。我们为头来一届。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予我会当遵听你旨意。我愿将你的话藏伫我内面，做路上的光，才做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心心，赐我开朗，予我会当勇敢向前行。我知有时我会乱流搁摇错，求你引带我，予我要搁行的路。我需要你，我伫我生命中，予我的一生会活出你旨意，予我会当正做你欢喜的囝儿，予我的一生会当显显你荣耀。这是邀请各位兄弟姊妹，我们用华语来唱这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们一样唱2次。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请起立，请起立。阮得着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无论什么所在，有2、3人伫我的名聚集，我也伫因中间。这时，请咱3角来坐念上帝所教示咱的10条诫。上帝10条诫第1诫：我以外，你毋通别个上帝。第2诫：
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地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敬拜因，也毋通服侍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袂用阮用别个上帝批判我，怨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三四代，听我受我诫命的，我施恩，互伊直到千代。第三届，毋通乱赞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乱赞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届，着记得安息日守伊罪性，做你一切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这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踮伫恁中间的厝外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中间的物，第7日就束。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第5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着福长。第6届。第7届，第8届，第9届，第10屆，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奴仆、女婢、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这时，请咱犹原徛在当心额头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宇宙万物的主宰，感谢你赏赐四季有时，地上的万物会当照时来成长。也感谢你，互出日有时，落雨嘛有时。伫阮这片土地高大的时阵，你赐了雨水润泽阮的土地，互万物会当搁再一届得到生命的开展。愿知这一切拢是你听阮的根基。感谢你所赏赐阮的一切恩典。也感谢你用忍耐来款待阮，无记得阮的软弱。特别恳求你伫即个季节交换的时阵，保守阮逐个人身体健康勇壮，特别是阮的细囝以及阮的长辈。也恳求你保守遐伫病痛中的兄弟姊妹，伫医疗中得到医治，也伫因的心灵中得到安慰甲陪伴。愿知阮的世界一直咧改变，有进步，有建设。总是嘛有带来侪侪迫害、沉沦甲黑暗。总是愿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助。软弱的时是阮的溃烂，忧伤的时是阮的安慰，迷失的时是阮的靠岸甲引带。也恳求你帮助阮，会当常常思慕你的话语，也互阮会当行出你的话语，互阮逐人的生命无会孤单，会当亲像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出好的果子，互阮的人生，无论伫什么时阵，拢会当得到属天的福分。阮若要将这份恩典，也甲人三角分享。今仔日阮的教会有一群的兄弟姊妹，因到伫第8恩教会伫遐甲因三角做伙聚会，恳求你保守因出入一切平安。阮伫即个所在，阮若要同心伫遮来组织，恳求你，无论伫倒落。拢有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保守引带阮。求你施恩，互阮今仔日用耳孔所听到的真理，伫阮逐人的心内产生功效，互每一日伫你的听内底，拢要成做是新造的人。互阮一切来归荣光伫你的名，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
这是咱三角来启用，咱今仔日所要启用的是启用文第30篇，也是诗篇第721篇。启用文第30篇，我摇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跋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这是咱个要三角来共读上帝的话语。今仔日咱所要共读的圣经是记载伫旧约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9节。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耶和华的奴仆摩西死了后，耶和华吩咐伦的囝约书亚，就是军队摩西的讲：我的奴仆摩西死了啦，但你着起来，甲众百姓过这个约旦，去我所赏赐以色列人的地。既然恁的脚掌所踏的地，我拢赏赐恁，照我对摩西所讲的。第4节，对旷野甲这个黎巴嫩，到大河就是别列河，迄人的全地，搁到大海日落的所在，拢要做恁的境界。你一世人的确无一人会徛条伫你的面前。我怎样甲摩西伫地，也要安尼甲你伫地。我的确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第6节，你着勇敢壮胆，因为你要互即个百姓得到迄个地做业，就是我对因的列祖所咒诅要互因的。独独你着勇敢大壮胆，接受我的奴仆摩西所命令你一切律法来行伊，毋通离开来偏左偏右，互你无论倒落去，拢得到亨通。即个律法的册，毋通离开你的喙，的确着绵力想伊，互你接受来行即个册内所记载一切的话，安尼就会互你的路边塔，你也得到大亨通。第9节，我竟无命令你吗？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这是咱三角来读今仔日的圣经节，是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咱三角来读第一个，我竟无命令你吗？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这是咱来用华语的读一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也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这是学乐，咱要请圣歌队今仔日所要学乐的诗歌是上好的礼。
讲到今仔日咱传道书所要讲到的题目是勇而无惧的人生。咱同齐仰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求你开我的心门，阮要将阮摆咧伫你的面头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求你帮助阮，拄起阮的烦恼、看路、惊吓，独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疼甲信心。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伫你的人生一生中间吼，我毋知影咱大家上惊的是啥物，我相信伫咱人生中间，咱每一条路，咱咧行的时阵，咱拢会拄着足侪的困难甲挫折吼。所以真侪代志吼，互咱感觉拢总无迄个气力来行来担吼。真惊家己吼，安尼担袂起啊吼。咱所交代的责任吼，也是讲咱所负担的即个角色。扮演的角色，也是讲任务，大部分的人吼，拢会真惊，拢会惊一寡代志。每一个人惊无啥共吼，大家惊拢无共。咱会当对咱所惊遮个物件，会当看出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咱来看遮吼，这是我家己分类的啦吼。我家己安尼分啦吼。第一种是对未知的恐惧，未知的恐惧。第二种叫做人际关系的恐惧。第三种是生死，第四种是工作，第五种是动物啦，今仔动物拢无要讲啦，今仔因为甲主题无啥共，所以就免讲这吼。所以我今仔讲头前4项即部分吼。第一项吼就是讲未知的恐惧即项吼。真侪人吼足惊，尤其是麦克风，像我即摆伫遮嘛是足惊的吼，麦克风吼伫遮就是众人面前要讲话吼。若对一个真内向的人吼，对一个真内向人，要叫伊摕麦克风，伊就是要叫伊爱伊的命共款吼。安怎拄要叫对伊头前吼，伊就是就是啦吼。嘿，所以有的人会惊，有的人袂惊。其实我毋是惊麦克风，我是惊讲道内容吼。所以无是讲的无啥共，嘿，嘛是惊吼。有的人是惊黑暗，吼，就是讲有黑暗的那个恐怖啦吼。你看有一个窗户，有一个门吼，有一扇亮光吼，你感觉就较有迄个觉得比较舒服。可是如果全部都暗蒙蒙吼，你知影暗的时阵吼，大家就黑白想想一堆，想来惊家己的，你知影，就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吼，所以拢会想足济，就来惊家己安尼吼，惊到家己困袂去安尼嘛有可能吼，这是黑夜恐惧症吼，想象力太丰富吼。另外一种吼，就是讲会惊伫迄个空旷的所在吼，咱有一种叫做啥？
在空地里面吼，会害怕，会恐惧，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保障，没有一个安全感吼。有人是安尼吼，啊有人头拄时讲有人惊黑暗，啊有人是惊迄个啥，一寡迄密闭的空间，你嘛会惊吼，嘛会惊。啊，这是足空旷的所在，惊海，啊嘛惊足空旷迄种山片安尼嘛足惊的吼。啊，有的人是惊喏，惊悬，吼有惧高症，吼对迄面顶安尼摔落来惊死吼。啊，有人惊坐飞轮机，所以有的人吼都毋敢坐飞轮机，所以有的人都毋敢出国，因为惊坐飞轮机，啊，佫惊迄坐飞轮机的密闭空间。吼，我都有一个人安尼甲我讲吼，我惊到要死啊！迄也只要迄飞轮机啊，安尼摔去，可要安怎吼？会惊到要死啊！吼，足惊啊！密闭空间有迄个惊吓吼，所以这拢是一些未知啊吼，毋知你会发生啥物代志，惊。另外一部分吼是人际关系的恐惧吼，即种就是讲语言暴力吼，人甲人中间安尼劈来骂来骂去安尼吼。你看即个有双重暴力哦，一种是啥？对喙出来，一种是对。直接击对方的吼，攻击对方，迄是身体攻击吼。即款的人嘛会惊啦吼。然后你若拄着车查某，你嘛会惊对吧吼？啊，你拄着强木的，你嘛会惊吼。迄个翁，你会讲木，你嘛会惊吼。所以人甲人的惊中间吼，会面对即个就是讲对人吼无迄个信任感，人的信任感无去。啊，另外一种的惊，有人是会惊啥？歧视、眼神。吼，敌视嘛是，吼敌视，还是嫉妒啊是啥物？反正就是怕那个眼神，吼惊迄个眼神，吼。啊，有的人安怎惊，伤过关系伤好，吼伤好，当时安怎会惊安怎？有一天会离开。比如讲你甲伊足好，啊感情足好，啊有一天吼，伊想要甲你离开的时候，你就挡袂牢，所以你干脆讲啊，我莫甲伊伤好，安尼后摆若分开的时候，我较袂遐艰苦。心中啊，较袂遐艰苦，所以是这一种吼。有人是安怎？佫有人是这种孤单，会惊吼，惊安怎？惊伊感觉讲吼，伊若感觉一个人，伊就感觉讲无伴，啊，伊会感觉讲伊需要甲一个人有关系时吼，有迄个伴，伊才会安怎安稳自在，才会感觉安全。吼，所以每一个人惊无共款吼。你小等一下吼，佫有人讲惊工作啦吼，比如讲惊经济问题吼，比如毕业生吼惊安怎工课无经验吼，啊佫学历佫无够，啊专业知识嘛无够，啊口才佫无好，啊头家就无爱甲伊用，所以伊会足惊，因为安就无法度食头路吼。啊头家咧惊啥？惊员工吼，甲伊偷学功夫，甲伊学去，啊生意拢去互抢了吼，啊。领导者是惊安怎？惊跟随者伊无要听，吼，啊家己要行家己的路，啊无想要互人管吼。所以人生会惊的代志吼，实在是足多啦吼。有时吼，咱串家就串拄着对吧？啊心内有足多惊的代志，哪济人生的路吼，就哪无平安吼。人的惊是因为伊过去可能捌拄着，啊是捌看着，啊是捌安怎听着，敢若听嘛会惊啦吼，听甲惊着吼。袂惊吼，所以吼，其实就是有一种过去的经验是无好的经验吼，啊，所以伊就真惊，佫再一摆去拄着迄种的情景、迄种的处境啦吼。其实正常的惊吓好无？我问你，正常的惊还是好啊？无好？好啊吼，正常的惊这是正常的吼，正常的惊是好吼，因为。正常的惊，咱才会当免受着安怎一寡灾害，咱才会保护咱人的安全、生命安全吼。毋过吼，若是过度的惊，安尼好无？过度惊好无？就无好啊！过度惊的时阵，惊到吼，有的人惊到毋敢出门，惊去出门就叫人弄着，吼，迄就惊到即种型的，惊到毋敢出门，即就无啥好 OK 啊吼。所以，我要甲咱讲，就是讲，咱若过度惊吓的时阵，啊，咱会互人感觉软弱吼，会感觉安尼真倒退休啦吼，啊毋敢去面对代志，所以伊的人生吼，因为真侪惊吓，所以伊的身体、伊的心灵安怎就破病吼。不过有的人吼，伊真勇敢哦，会当去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拢毋惊吼，毋惊艰难。啊，另外有一种人是毋知影惊吼，像迄囡仔拢嘛毋知影惊
吼，拢毋知影惊，真诶毋知影惊，伊就哭撞，啊，妈妈惊到要死啊，哭足，足惊伊拄着车祸诶吼，啊伊就哭足吼。我捌有人伊诶囡仔，就是伫迄个车路伊爱怎啊撞出去，结果怎啊撞死，才2岁诶囡仔。所以吼，到即马无法度原谅家己，感觉伊家己顾无好吼，所以拢是足惊。伊囡仔拢毋惊吼，啊爸妈是会惊到要死啊吼。所以我要即摆讲吼，即个惊吓吼，啊有一出我着想到一出电影吼，即出电影吼，我毋知咱捌看过吧，《勇者无惧》，咱捌看过吧？有吼，好啊，我毋知时间就到了吼，啊咱来看即片电影吼，啊，请前面的人帮我关灯一下好不好？前面，这个片子可能比较。因为解析度才360哈，所以那个解析度比较差。啊，我们注意看哈。声音。See me, but they think of you. Now with all this going on, this is going to be worse than ever. It don't have to be. No, sure it does. Why? You got a lot going on, kid. Well, my last name? That's the reason I got a decent job. That's the reason why people deal with me in the first place. Now I start to get a little ahead. I start to get a little something for myself, and this happens. Now I'm asking you as a favor not to go through with this, okay? This is only going to end up bad for you, and it's going to end up bad for me. You think I'm hurting you? Yeah, in a way you are. That's the last thing I ever wanted to do. I know that's not what you want to do, but that's just the way that it is. Don't you care what people think? Doesn't it bother you that people are making you out to be a joke, and that I'm going to be included in that? Do you think that's right? Do you? You ain't gonna believe this, but you used to fit right here. I'd hold you up and say to your mother, this kid's gonna be the best kid in the world. This kid's gonna be somebody better than anybody ever knew. And you grew up good and wonderful. It was great just watching you every day. It was like a privilege. Then the time come for you to be your own man and take on the world, and you did. But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you changed. You stopped being you. You let people stick a finger in your face and tell you you're no good. And when things got hard, you started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blame, like a big shadow.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you already know. The world ain't all sunshine and rainbows. It's a very mean and nasty place, and I don't care how tough you are, it will beat you to your knees and keep you there permanently if you let it. You, me, or nobody is gonna hit as hard as life. But it ain't about how hard you hit. It's about how hard you can get hit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How much you can take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That's how winning is done. Now, if you know what you're worth, now go out and get what you're worth. But you gotta be willing to take the hits and not pointing fingers saying you ain't where you wanna be because of him or her or anybody. Cowards do that, and that ain't you. You're better than that. I'm always gonna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You're my son, you're my blood. You're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 But until you start believing in yourself, you ain't gonna have a life. Don't forget to visit your mother. 好，我们先看到这边哈。我先来说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哈。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知影大家看有这个过程嘛哈，就是讲，这个是一个去年哈，一个勇者无惧这个男主角哈。啊，这个男主角我相信咱拢捌这人叫啥？席维斯·史特龙对吧哈？嘿，对，伊演的啦吼。啊，这片电影吼，其实我无看到全部吼，啊，毋过我看到伊的一寡伊的迄个报道，还有他的一些简短的短片。啊，这个短片，他对迄个短片的迄个两个人的关系吼，我足我有感觉这个很棒吼，我就感觉讲爱互咱看吼，因为吼，这个拳击手，这是一个拳击手哈。啊，这叫做洛基。啊，洛基吼，伊本身吼，其实伊以前拢是世界冠军啦吼。啊，结果伊安怎已经老啊，
所以伊就安怎退休。退休的时阵，伊就要退出这个拳击界啦吼。伫伊老的时阵吼，竟然就是即马足旺的一个足牛的世界的拳击手重量级的跟他下挑战书啦，就是讲拢无人会当赢伊啊，伊足牛的，都无人赢伊安尼啦结果你敢知影有人安尼家刺激了所有人拢感觉讲无你看要接受伊的挑战无安尼啦下挑战书互你，伊足老的已经退休嘛，拢无伫拳击界啊，拢都无啊结果伊互人讲安尼时阵伊就感觉讲遮老啊大家拢感觉讲安尼无可能搁甲伊比赛啦所以厝里嘛反对头拄仔即个囝就是反对伊比赛的一个，因为即个囝就感觉讲真烦恼，即个爸爸安怎受伤？伊嘛就感觉讲，伊所有的光环都是因为爸爸以前很优秀，所以我今天才很优秀。我今天有很多的什么特殊的待遇、特殊的特权，拢是因为我有一个遮尔优秀的爸爸，所以我今仔才有安尼。毋过我要靠我家己，我无爱靠爸爸所以我足惊你即摆若安怎的时阵我后摆我的人生会变做啥物所以因爸爸头拄甲伊讲迄段话是足重要足重要的话然后因为伊足清楚讲，伊即摆若去相拍的时候，伊嘛足知影讲，哎哟，这拍落了，伊嘛会感觉讲，这嘛有危险，伊家己嘛知嘛有危险问题。毋过伊其实伊嘛当选择莫接受即个挑战，所以众人真反对。毋过伊对即个拍拳佫足有兴趣的兴趣，所以伊嘛想要证明讲，家己年老的时阵也会佫当互家己的性命活得佫较水无。所以伊要愿意接受即个挑战，所以因囝咧甲苦劝的时阵，伊嘛是要甲伊讲，我感觉我会使。伊讲我感觉我会使。当然，伊就做足侪训练的，为着伊家己做足侪训练来接受即个挑战。当然，到尾伊有讲一句，伊即个电影有一片足重要，头拄好恁有看到即个内容。伊安尼讲我用国语讲较好讲伊讲，并不是你能够挥出多重的拳，而是你能够承受多重的打击，然后你继续往前进。不断的承受打击，然后还能够站起来，继续前进。只有这条路才能够通往胜利的道路。咱对这段路，对头拄这段的对话，咱就知影讲不是你能够挥出多重的这个击，而是你能够承受多重的，你能够承受打击之后，还能够再站起来。所以我要甲人讲咱的人生愈拄着试炼。打击愈济，你爱搁当爬起来的时阵迄个气力，你会感觉以前拢无啥。当你过去所拄着这个困难，你即个时阵一摆一摆安尼甲面对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过来的日子，你就感觉讲，我更有力量去面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讲疼会当互人创造勇气，对吧？爱能够创造奇迹，爱也能够创造勇气所以。你只要够勇敢，你就没有害怕，因为你在爱里面，你就没有害怕。这是咱圣经嘛有咧讲的话其实懦夫会做的是2件事啦懦夫会做的，我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埋怨。我的人生安怎，逐工拢咧念伊的人生偌好，偌歹拄偌歹。大概看拢是看迄无好的所在，所以伊的人生会过了足艰苦的另外一种就是讲，所有的出问题拢毋是我的问题，拢是别人的问题，一直推卸责任，这是懦夫，这个不是勇者我毋知影咱拄着问题的时阵咱拄着挑战时，咱会选择道歉，是讲咱会选择我无惊艰难，我要面对这个挑战所以咱每个人拢需要勇气来面对咱的惊吓。伫圣经内底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约书亚约书亚其实约书亚的名伊的本名叫做何西阿何西阿摩西将伊的名甲伊改做啥？约书亚，意思是啥物意思？来，咱大家讲，上帝的拯救者所以是上帝的拯救者跟耶稣是一样我们都是耶稣就是一个拯救者的那他就是这样子那他是上帝特别
特别派来的，特别派来的。他是上帝指定这个摩西，他就是指定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跟祭司，那个以利亚撒，然后在他面前，约书亚是这样子被设立的，所以上帝认为说约书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呢，上帝就答应要跟耶稣同在，帮助他带领以色列的人民。那在那个约书亚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就像上帝亲自对摩西启示，也旨意同款，上帝亲自对嫩的儿子这个约书亚讲，上帝讲你要坚强，你要勇敢，你要带以色列人，然后进入这个迦南地。摩西其实嘛用同款的话来勉励这个约书亚，摩西嘛讲甲上帝足共的看的话咱来看摩西安怎讲甲上帝，摩西安怎上帝安怎甲摩西讲，摩西佫甲安怎甲约书亚讲，咱来看这段经文咱同齐来读，预备来。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这个图就是摩西他按手在约书亚身上，然后告诉他说：“你的任务就是要领以色列人进入，过约旦河，然后进入迦南地。”这个是摩西要对他的吩咐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来，我们来看《申命记》第31章这一段话是摩西用来勉励这个约书亚的话来，咱来看这段来，预备来。耶和华并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的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那摩西招这个耶稣来他然后在以色列面前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要跟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你要使他们承受那个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行。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一段跟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是不是很像？很像，对不对？那在这里有一句话一直在重复表示说这一件事情是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话，所以他一再的讲那表示说这个不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就是说。今天约书亚要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迦南地，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他要带的军队有多少人？100万人的军队呢不是军队队伍啦不一定是军队，有的拢是软脚下的拢不一定会当战争的所以伊要去迦南地的时阵，其实迦南地遐的人遐的原住民，因拢总有相当进步的因的文化水准嘛有真侪因的社会组织。嘛，因的家人，因足侪人拢是住伫迄个所在，拢是原住民所以因伫迄个所在，毋是要去面对遮个人，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过来，约书亚毋是干那面对外口遮个问题尔，佫有啥物人？家己的同胞嘛有状况，譬如讲，摩西捌因为要带以色列人要进入埃及对无？以色列人安怎？因拢会惊，你知无因拢会惊所以拢会不时拢会去因为伊嘛要叫人去探子去探路，然后探一探，然后回报回来的时候，拢甲伊讲，迄毋好去，迄足恐怖的，遐个人足悬的，佫会共食人足汉草足好的，因的城佫足坚固，迄毋好去，毋好去安尼所以摩西想要去的时阵含阿伦想要去。结果有因遮人足反对的就想要用迄啥石头要甲伊结落死，你知无所以就是讲，这个摩西伊
要带遮以色列人，遮以色列人嘛足搞怪吼，有当时拢无听话，啊，拢会颠倒吼，伊嘛会遭遇到生命的死亡，生命的这个什么危险安尼吼。啊，这个约书亚吼，同样的哦。这以色列人都是那些人，都是一样的，大部分都有一些过世了，但是有一些还是活着，还是有一些生新的人哈。那你看这个过程当中吼，伊嘛就惊，所以伊嘛就惊吼，迄汉草悬大诶，吼伊嘛会惊吼，讲哦，啊这面对这有这种亚纳人吼，哦很高大，比他们高大很多啊。啊那个耶利哥的歌城吼的那个城墙又很坚固又很高，啊不怎么攻打，根本就攻打不上去啊吼，所以惊吼，所以因安尼惊的时阵吼，所以这项代志对约书亚来讲，这个任务嘛是足安怎足沉重的啦吼，啊会拢讲是讲内忧外患，吼，这个任务实在是内忧外患吼。伊虽然真愿意接受这个啥艰难的挑战吼，啊毋过事实上伊嘛真惊，啊一方面是惊以色列人无要听伊的话，啊一方面嘛是惊以色列人去甲人相杀的时阵，啊遐人较悬大，遐个枪大，遐尼有力，伊就惊讲遐个人嘛，因遮以色列人嘛会去受伤，啊有危险，所以伊嘛会感觉讲爱想要保护因吼。啊毋过咱对咱今仔经文会当知影吼，上帝差遣这个啥约书亚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早就互伊有心理准备，所以咱即段的经文，咱今仔看即段的经文，就是上帝要互即个约书亚有迄个权柄，有迄个能力，啊有伊家承诺，啊嘛互伊应允吼，爱约书亚，毋是靠家己的能力吼，是靠上帝的气力吼，伫迄个所在，甲伊同在，会当去面对即个面对即个迦南人遮的军队啦吼。所以，咱来看即个吼，这车拄我头拄有甲人讲的所在吼，我无搁讲的吼。啊，我今仔要甲人讲吼，即个约书亚，即个敢若无解着，就是讲，无要紧，就是讲，上帝互约书亚有赏赐伊什物款的特质，吼，有什物款的特质。第一吼，就是讲不畏艰难，即个特质吼。好，咱来看即个特质吼。咱来看这个第20节，伊安尼讲吼，伊讲，我的仆人摩西哈，这仆人死了哈，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个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哈。那这是这个是约书亚去互交代的一个重大的任务，是真艰难的一个应战哈。啊，毋过安怎，伊勇敢吼接受这个任务。啊，伊拢无退缩吼，所以这第一，伊就是，上帝赏赐伊，互伊有一个毋惊艰难、勇敢接受挑战这个任务吼。啊，第二个，这就是讲，这约书亚就是带领这个以色列要过约旦河过去啦吼。好，啊，第二个特质是安怎？讲爱谦卑学习，吼。啊，上帝安怎讲吼？上帝安怎讲？啊，你着爱安怎行？吼，这是上帝甲约书亚讲，我安怎讲了，伊就是安尼学习无吼。亲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阵，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要安怎攻打这个约利哥城。吼，啊，咱来看这个约利哥城吼，伫上面顶遐有看到一个约利哥无？我用红色的，遐应该是一个箭头，我无按这个箭头，遐有看着伫上面顶的所在有看到无？有吼。上面顶的所在，约利哥城就是伊要去攻打的第一个关口吼，第一个关口。啊，所以伊若爱即个关口，即个拍落了吼，伊才有法度进入即个迦南地吼。啊，毋过吼，这是一个足关键的城吼。啊，即个城因为头拄我有讲，伊足悬的，啊，佫足坚固的，悬甲会当拄天啦吼。伊是安尼形容，讲会当拄天，新明记安尼讲吼。所以伊要进攻这个城吼，毋是遐尼简单吼。啊，毋过吼，上帝讲吼，应允讲，我要将遮个人吼交互以色列人的手中，而且吼，我要甲你教讲吼，要安怎作战的方法，我要甲你教作战策略吼，咱的作战手册，我要甲你教，啊，你着有法度吼，甲伊攻这个城，甲伊攻落来吼。啊，约书亚吼，伊着足谦卑来学习的哦，吼，学习怎么样去作战咯吼？啊，毋过吼，我咧讲，即个作战方法吼，你想想讲，这是啥物款的作战方法？这安尼敢有通？
安尼敢会使吼？伊安怎伊做就是讲，你咧洗即个吼，洗即个耶利哥呐，洗7日咯吼。啊，第一日甲第六日拢安尼爱洗啊吼。啊，第7天的时阵吼，你爱洗几摆？洗7摆，吼，洗7摆。啊，第7日的时阵吼，啊，你吼爱派7个祭司哦吼。啊，伫遐咧分迄啥羊角吼、扫角安尼伫遐分安尼吼。啊，你搁带兵器带兵哦吼。啊，行伫迄呐，上帝越过的面头前，你行伫迄头前吼。啊，上帝吼到上尾迄天的时阵，上帝讲吼，你来画讲吼，你来画，同齐画的时阵吼，讲耶利哥把它倒下来，耶利哥倒下来吼。咱来看即个吼，这就是约书亚吼，伊就是用扫角安尼咧分吼。好，这是迄个祭司吼，啊，你看伊足悬的对无？啊，他安尼读的时阵，啊，这耶利哥吼，就迄个城吼很高大，就安那下来吼，这个就倒塌了，他们就可以攻进去了吼。啊，咱来想看卖吼，若是约书亚吼，伊若无谦卑啦吼，无想要学习，咁讲这是咩方法？这是咩古方法？这是安怎有可能安尼就会当安怎？攻城，这足奇怪的代志啊！人唱歌分达啦，拢免打战，就会当攻击啊！安尼是咧创啥吼？把这伊来足感觉讲家足巧的吼，啊无迄上帝遐含办用迄种方法，伊根本都无讲袂遐。所以，伊就是顺服，伊就是谦卑，伊就学习。上帝安怎甲教，伊就安尼行吼。所以伊讲吼，伊靠的毋是伊若用因的实力要甲人拼，可能拼袂赢吼。啊，毋过是靠上帝吼，所以上帝就互伊赢吼。好。啊，过来，咱来看吼，第3项就是讲吼，咱倚靠上帝，甲上帝同在吼。啊，伫圣经安尼甲咱讲吼，伊讲吼，你平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人吼能够站立得住哈。然后我怎样跟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想吼，这拢是共吼同在，拢是一种确实。相信上帝永远安怎无甲你放散，所以咱拄着困难的时候，咱嘛是爱相信上帝安怎伊的疼绝对安怎无离开咱。吼，这是一种真确信，一个倚靠上帝甲咱伫地。吼，所以这就是一个确信。吼，第4项吼，就是讲咱爱相信上帝的应允。啊，伫伊圣经内底吼。吼，伊才有甲咱讲吼，即个所在毋是吼，来小等者，伊讲你爱相信上帝的应允啦吼。啊，伊讲吼，你骹所行所踏的所在，就是你过去所踏的所在，啊，我拢会按照我所应允摩西话赐互恁吼。既若恁的骹掌所踏的地，我拢想赐互恁吼。照我对摩西所讲的。对旷野到黎巴嫩，一直到幼发拉底河，赫人的全地，佮到大海日落的所在，遮的所有的所在的境界，啊，佮对旷野一直到即个对遐出来，一直到黎巴嫩的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所在，赫人的全地哦，遮拢怎啊？要拢总赐互你。遮你所踏的遮地拢总要赐互你，所以上帝应允啊啦，要将遮地拢赏赐互伊吼。意思是讲吼，遮的人我拢会互恁拍赢，啊，你会当伫即个时候攻城，会当攻成功安尼就对吼。所以即片咱来看即个吼，伊讲即片土地吼，住大的所在真侪无共款，真侪种人吼。啊，耶稣吼耶稣也吼相信上帝应允。啊，甲承诺，所以相信上帝全能的作为吼，上帝互约书亚会当互伊征服吼，即片的大地吼。啊，所以我即摆嘛讲一个小可的见证吼。啊，上帝，我感觉上帝应允吼，伊讲会着，就是做会着啦吼。上帝应允就是讲，我会记得我以前我过去的时阵吼，阮先过身的时阵吼，我一个人的薪水吼，啊要饲3个囝，其实吼要饲到大学甲硕士吼。若是读硕士，若是读私立的吼，其实对我来讲，我感觉真大的困难，因为我的薪水实在是无济。除非是吼考上国立学校，所以吼我迄阵我着做一个祈祷，我着讲上帝啊，
我甲你拜托吼，我经济有困难啦吼，啊若会使吼，是毋是会当互阮三个囝拢考调国立的大学？吼，安尼吼，就通减轻负担，啊，互阮的生活会当较安然度过安尼吼。啊，无想到吼，安尼一届吼，上帝真正互这个囝吼，逐家拢是国立大学啦吼。哦，我就感觉讲，哎哟，真正足感谢上帝呢吼。啊，上帝实在是真听人祈祷的上帝，是一个有应允的上帝吼。我就感觉讲，上帝足听我的吼。这就是上帝的应允，吼，这是一个应允吼。好，再来第5项吼，就是讲咱的刚强壮胆，吼。刚强壮胆的意思是讲吼，咱来安怎？这个意思刚强就是讲，你要加强，有一个支持，有一个掠条。有一个紧吼，要甲掠条，紧细紧，又硬吼，一个强壮勇敢吼，这里是一个刚强的意思吼。壮胆是啥物意思？壮胆就是讲吼，勇敢、徛在、确立吼、确实，就是讲你要勇敢坚持，无失志，勇敢承担责任吼，甲任务。上帝赏赐你超过你所想的吼。以色列人因为有听上帝的话，伊拢有即届有听，所以伊就当得到这个产业，吼，所以应允吼即个迦南地，吼，你看摩西的时阵，遐个人拢咧啊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吼伊就无法度进入迦南地，吼，即个时阵耶稣也即马遮个人有听上帝的话，所以就当得到这个应允，吼，得到这个产业，吼，好，所以耶稣的第1章6节就讲吼，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因就得到这个地，吼，这个地因就拢有互因吼。好，再来，咱再来看第6项，就讲吼，咱来遵守啥？遵守啥物？律法诫命，吼，而且吼，日时暝时拢安怎？爱去想。昼夜思想，就是讲日时甲暝时拢爱想，意思是讲拢总咧想啦，无论拄着代志时拢咧想上帝的话啦，一直咧想啦，吼。所以吼，伊才安尼讲吼，圣经安尼讲，你看，佫开始讲啊吼，你看咱即摆读拢一直重复，有无？我就莫佫重复啊吼，就是要刚强壮胆啦，吼，就是不可以离开上帝的什么律法的话语哈，不可以离开上帝的赐福哈，他的诫命，然后你要每天都思考。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会让你的道路尽都顺利哈。这都是应允啊哈，嘛是一个应允哈。好，所以这个光彩就是要日夜思考。第7项是安怎？不要什么惧怕，不要惊慌。伊这个惧怕艺术吼，是咧讲吼，畏惧、战斗、敬畏。又敬又畏哈，又敬又畏，这是惧怕的意思哦哈。惊吓咧，伊是讲吼惊慌、沮丧、心烦意乱，吼，这是叫惊吓。吼，我想这种经历咱拢有啦吼，就是讲莫时常有啦吼。毋过咱会不是有这种感觉吼。好，伫圣经内底伊安尼讲吼，上尾伊安尼甲咱讲吼，伊讲吼，来咱来读一句预备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所以这个真重要咧，甲咱讲吼，你免惊，上帝甲你伫地，吼，免惊，上帝甲你伫地。咱要安怎过一个勇敢无惊吓的人吼？咱对上帝互约书亚这特质吼，咱就会当来学习吼。咱的人生吼拄着艰难的重担的时阵，上帝嘛互赐互咱这个特质吼，就是讲互约书亚的特质嘛当赏赐互咱。咱若甲上帝解讨，上帝嘛互咱吼。好，咱过来复习一遍吼。他对我讲的，第一个是什么？好，第二个嘞？第三？好，第4，好，第5个，第6个，第7个，
好，我希望你跟隔壁的人讲，不要怕，有上帝同在。好，再跟另外一边的人讲，要勇敢面对人生困难。希望我们的人生不怕挑战，因为你每天都有挑战。不害怕艰难，不害怕挑责任、挑重担，因为当你承担得起的时阵，上帝就让你怎样有这个能力。只要你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上帝与你同在。我一直都很害怕讲道，一直都很害怕。那我希望这个篇讲道也是为我自己讲的。有是让自己能够知道说其实不用害怕，其实就是靠神，不是靠我。今天讲的都是上帝的话，不是我的话，对吧？所以重点就是不管你的任务多艰难，你的角色多重重担，求上帝赐给你能力，然后勇气，在爱里面真的就没有惧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你想使阮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生命，有无同款的惊吓，有无同款的软弱。虽然是安尼，不过当阮靠上帝你甲阮伫地的时阵，阮就啥物拢毋惊。求主你安尼，互阮有智慧、有信心、有气力、有能力，会当担阮感觉担袂起的担。阮嘛会当安尼向前来跑走，因为你甲阮三甲伫地，阮就会当行人生的道路，愈行愈水，愈行愈有信心。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第570首。圣诗第570首，主上帝，我坚固石磐，帮助我，搁做关台保护所在，扶持我。世上危险哪准防护，慈悲圣手达时帮赞，踮你实个安稳照顾，应保护。请咱三个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请咱准备心三个来奉献，回应上帝的听。
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这是咱来报告甲介绍。咱首先要来欢迎今仔日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敬拜的新朋友。我们这里有3位从蒙古来的，他们在建国科技大学读书的交换学生，可是他们可能中文、英文、台语都没有听得很懂。我们有3位朋友 ，Please stand up and let us welcome you。好，我们一起来拍手欢迎他们。这是他们3位的名字。好，欢迎他们，谢谢。好，咱做伙来看咱今仔日的周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简单来看。第一页就是咱的，第二页就是咱这礼拜到后礼拜聚会甲献讲的分担，请咱家己来注意。过来，咱来看第3页的本会消息通知。第一点，今仔日本主日咱教会分做2个所在来做礼拜。第一个所在就是咱维持伫咱本会即个主日的礼拜。另外，咱有3部的游览车，还有侪兄弟因到伫咱的姊妹教会、地板教会伫遐甲因做联合的礼拜。无论咱伫倒位，愿上主赐予咱今仔日分头所做的，拢一切拢来迎神热灵，分享主的听。请咱3个彼此来关心大道。第2点，后主日10月29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日，也是小会要定做是咱教会社区服务的奉献主日。请咱用实际行动支持咱教会这社区服务的工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伙来完成咱的使命。第3点，后主日咱10月29日要举行中央敬老的活动，咱教会要准备要送予咱每一位，若是满65岁兄弟姊妹，咱的长辈一份礼物，也愿主祝福每一位长辈中央佳节快乐。过来第4点，11月初3拜5的暗时，蔡茂堂牧师要伫咱本会有讲座，也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第5点，10月份小会公告的事项，因为甲顶礼拜拢完全共款，所以咱就无搁重复搁讲一遍。第6点、第7点，咱请咱家己来看。第8点，咱的传道书要伫个过来明仔载，这课程伫个下晡甲下暗拢要暂停一次。伊伫个拜2的时阵要到伫新德圣经书院要伫遐参加台语白话罗马字的考试，愿上帝祝福伊，赏赐伊气力甲智慧，会当伫即个考试中间有得到一个真好的成果。第10月28号，咱的传道书要受邀台北中会福音主日音乐见证会分享，是要伫个大稻埕教会。咱请咱来为咱的传道书来，伊的时间甲着伊过来即个考试，来为伊祈祷。过来，咱教会有一寡敬拜团的家己的训练，以及第10点，咱请咱家己来注意。第11点，咱特别来看第二个消息。后礼拜10月23有切肤之爱执行长詹丽珠执行长要来遮要甲大家分享认识失智症甲预防，也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有时间有闲有兴趣会当来参加。过来，咱来看咱团契的消息。第1点，双联团契2018年双联部中央敬老应该是2017年，2017年。双联部中央敬老敬拜咧，即个伫10月25拜3伫个园林咧，大家来餐厅举行，请咱兄弟伫个教会来集合，过来下面有献歌队甲手情团的新的干部即个时间请咱家己来注意，佮有圣经学院，过来咱来看教界消息，第6页。第1点，中的消息有宗教改革500周年的联合礼拜，10月27
拜五暗时8点，要伫乐江教会来举行，邀请郭荣敏牧师来主理，请咱的兄弟踊跃来参加。过来总会有主理的老师的灵命培养生活营，以及咱2017年是咱总会团队年，请咱为着这个时间来致。过来伫个普世消息，咱就无个。伫遮个讲一解，大岛的事项，请咱为着虽然离咱诚远的美国，也为着因伫个即几年伫个最近拄着侪侪灾难，伫遐来为因祈祷，恳求上帝听，甲遮受灾害的人，各因的家属三甲弟弟，也愿咱幸福的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咱生活中活出生活把要，伫即个部分，请咱家己来注意。过来，服务社区是咱小会甲中执会一个共识，也邀请咱兄弟姊妹，逐个会当做伙来参加，也为着咱身躯边还未信主的人来带导，更加为着咱的教会会当一切每一个团契、中执、小会牧师会当，还有咱传道师，咱三个来同工传扬主的福音来祈祷，也为着咱的潘国忠长老伊的厝内底隔壁有火灾，伊的厝受到的影响，以及为着咱。伫咱教会中间有侪侪人身体、心灵欠安尼，为因来祈祷。过来伫上后壁面，若奉献的消息，请咱家己来注意。若是有错误的，请咱的会计中执来提出更正。以上，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第486首，圣诗第486首，兄弟姊妹和睦徛起，兄弟姊妹和睦徛起，是何等幸福快乐。兄弟姊妹和睦徛起，真幸福；兄弟姊妹和睦徛起，真快乐。请咱三甲起立，吟全首。兄弟姊妹和睦徛起，是何等幸福快乐。兄弟姊妹和睦徛传道师为咱祝祷，请咱按头来记得。愿三位一体上帝赏赐恁勇敢无惊吓，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灭道避讳。夏天。